他想要把他的遗产都留给他最心爱的人，依然小姐。怎么样，医生？没问题吧？检查结果检查结果怎么了？检查结果就是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医学术语叫做脑胶质瘤。脑胶质瘤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种颅内血瘤，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，就是通常所说的癌症。我不可能得癌吧？我之前做过检查的，状况都是好的，没问题啊。恶性脑胶质瘤体积小，潜伏期短，一般也就是2、3个月时间就会发作。你的瘤子体积小，但是位置很深，周围有很多的重要结构。如果手术的话，会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那没别的办法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留意一下。按照一般临床经验来看，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就是脑部神经受损。毕竟是脑部手术，里面很多神经是粘接在一起的。如果是后遗症，或是手术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失明之类的。那如果我不接受手术，或是不接受任何治疗的话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乐观估计，也就是半年左右吧。还想吃什么？我再买给你。这么多啊，够了。依然说过，女孩子啊不能多吃甜食的。少宇帅哥，你怎么想到下午来看我啦？我想依恋了。你想我了就可以随时来看我啊。是啊，我现在不就来了吗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要求还挺多。依恋啊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吧。你跟依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对依然来说呢，你是最重要的人。而在我的生命中呢，你跟依然就是最重要的人。我心里边特别想一直守护在你们身边，去好好照顾你们两个。你现在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啊。少宇帅哥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事。那我问你啊，我如果不在你们身边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我还有天乐呢。我要你呢对我好，也要对依然呢更好。
我要让你天天让我们开心，这样呢，我就会天天想你的。可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，以后不能经常在你们身边了。那你以后就不能送我去上幼儿园，接我放学吗？你以后就不能和我一起玩拼图，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，让我骑在你的肩膀上骑高马吗？不能了。那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骗你的。你去坐会儿，我上楼看看。好。依然，少宇不见了，他把行李都搬走了。阿姨，这有一封信，会不会是少宇留的？信。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有点事儿，要先离开一阵子，不用来找我。我想此时此刻，妈，你一定见过了依然，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接纳，为了我，把之前的不愉快全部忘掉。还有依恋，依恋非常聪明可爱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抚养她，给她快乐和温暖。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，我会默默的为你们祈祷。少宇。阿姨，少宇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走了？是啊，我这就去公司找找。好，你快去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的，等我的消息啊。嗯。没电了，少宇失踪了。好。依然，什么情况？少宇怎么了？他留下一封信就走了，我跟他妈妈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一封信，信上都写什么了？他说他有事要离开一阵子，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。但是我感觉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这样，找那谁，那个李密，走。我已经找过了，他根本就不是谭少宇的女朋友。而且上次那回也是因为谭少宇要气我，特意逼他演的一出戏。啊？公司的人都在到处去找，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的。等会儿，有点给我说懵了。这样吧。咱们呀，分头找，先去谭少宇经常会去的地方找，好吧？好，分头找，电话联络。好。都这么多天了，少宇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到底在哪儿啊？阿姨，您先别太着急，我先给您做点吃的，您好歹先吃点。我没有胃口。我去开门。快去看看，是不是少宇回来了？阿姨，董事长，张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坐吧。啊，我听说谭总失踪了。是啊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们都已经
找了好几天了。我考虑了几天，觉得这件事还是应该跟您说，是有关于谭总的。邵宇跟您有联系？没有。不过，他离开公司之前委托我做了一件事情。这是前些天他要我帮他立的遗嘱。遗嘱？他为什么要立遗嘱啊？他说他患了脑癌，可能时日不多了。脑癌？哎，阿姨，你没事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邵宇怎么会得了脑癌？他是故意隐瞒大家的。他告诉我，不要跟任何人讲起这件事情。我想，也许是他想要自己一个人承担这种事情，不想为大家替他担心。阿姨，这份遗嘱主要是说，他想要把他的遗产都留给他最心爱的人，依然小姐。除了这份遗嘱，他还让我给他的女儿买了一份终身的保险。那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？他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，我也在想，为什么他突然一声不吭的就消失了。阿姨，你要坚强点儿。邵宇，董事长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公司上下都在帮忙找谭总。